才能写出真感情；只有真感情，才能做出真福人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也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阿妹啊，甲我扶就好啊。行好，坐坐吼。美官，你带阿妹啊去楼顶，姨妈有话要甲恁阿爸、甲恁阿伯讲。安尼，行，好。哎，来。建昌，我看会出来，你是将阿妹啊当作是文英对无？你对不对？你想要讲啥吼？我拢总知影。以前阿浩嘛是甲你同款，将阿妹啊当作是文英，我嘛已经甲骂过啊。敢讲你爱我，我骂一摆，互你听啥？阿姨，我毋是亲像你所想的安尼啊。建昌，毋是我爱讲你。后摆你若要来遮的时阵，上好是替恁某宿顶小受一下。恁两翁仔某真无简单，即马感情才较好啊，尔呢。毋通为着阿妹啊吼，两个感情过来破裂。何况阿妹啊，根本就是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伊根本就毋是文英。阿姨，我知影，阿妹啊毋是文英啦，阿妹啊是阿兄的客查某囝。也毋过伊想开啊，嘛是咱的亲人啊。啊，我来看伊，啊嘛来看恁，安尼有啥物毋对？敢讲哦，恁无反应我是？好啦，无啊，该安尼嘛。我若来的时阵，我莫甲阿妹仔单独出去，咱大家踮咧厝内开讲，安尼毋就好啊？阿哥，你要加无？你食就好啊。阿姊，你都有气质的，阿妈生了就水的，一定有做侪条本仔改的吼。阿姊，你甲我教安怎做才甲你共款？你哪会想要甲我同款？你家己安尼敢唔好？哪有好啊？
阿爸讲吼，我坐也无坐快，徛嘛无徛快，一点仔拢嘛袂想查某囡仔。妹啊，参像恁小有遮尔古锥，啊，个性搁遮尔单纯，逐工安尼无烦无恼，无怪遮侪人拢介意你。敢有？啊，讲讲你有啥物烦恼事？有哦，我烦恼足济哦。阿爸还未收留我的时阵吼，我逐工拢嘛烦恼，啊无钱通开，啊无饭通食，啊无厝通住啊。啊，即摆真哦，敢若无咧。阿妹啊，啊，你甲阿姊讲，伊对阮阿爸印象安怎？阿姊啊，啊你若安尼问？因为阿姊感觉我的阿爸足介意你。我嘛足介意的。好噶。喂，啊，小丁啊，啊有啦，建昌有伫遮。哦，你问看要转去食饭无？会啦会啦，伊会转去啦，伊念要转去，伊会转去陪你食饭啦，放心啦。嘿嘿，你搁等者念要转去啊吼。李官啦，李官，你若因小丁打电话来讲，叫恁转去食饭啊哦，李官。我感觉吼，建昌最近的身体吼，愈来愈进步啊，行路的脚步吼嘛较轻松啊，规个人吼变甲足有精神的啊。我和你辛辛苦苦甲照顾吼，总算是有代价啊啦。伊即马吼对我讲话的口气吼，比以前搁较温柔啊。有当时吼，若讲到伊欢喜的所在哦，伊搁会笑出声啦。这个中风的阿伯哦，虽然老，还毋过吼，伊对我足好诶，佮足温柔诶。我想哦，伊一定是将我当作是赵文英。嘿，啊，这个赵文英哦，做人一定袂歹。啊，若无阿爸、阿嬷，啊，佮迄个阿伯，哪拢遐尔介意伊，到即马还佮咧怀念伊。诶？假使讲，伊若永远对我遐尔好，将我是当作赵文英，安尼嘛无要紧。以前吼，伊拢甲家己关伫咧厝内底，无希望互别人看到伊中风的模样啦。啊，即马吼，伊逐工拢要出去，而且佫不爱互人陪呢。建昌吼，伊总算佫重新徛起来啊！我实在替伊哦，感觉足欢喜的。伊的确有一天。建昌啊，你今日是安怎哈？哪会穿啊遐尔啊正式啦？平常时吼，你要出去行行的，敢爱穿甲安尼？哦，这衫裤哦，就足久无穿啊。我是试穿看有下水无啦。你看，我安尼有水无？有啦，足水的啦。对啊，淑珍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要甲你参详啦。啥物代志啊？淑珍，你敢会当吼，我一点仔钱？钱哦，你要摕钱要创啥？你吼若有欠啥物，你甲我讲啦，我来替你买啦。我是无欠啥物啦，我是讲吼，我若出去踅街，我若看到我介意的物件，我会当买啊。哦，好啦，我来摕啦。200块有够无哈？500好无？哦，好啦。来吼，你钱吼收好哈。无我来去啊吼。好。我来去啊哈。
说你的哦，哈。奇怪，啊要出去行行的，后摆甲我摕过钱啊啦，啊搁穿啊遐尔啊正式，到底是要去倒哈？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阿伯，这里哦，慢慢的行。阿哥，妹啊，恁把咱设计的时阵吼，啊你甲我讲你有看到一束啥，你足介意的啊？呀，即摆阿伯吼就带你来去买，哈。真是的哦。啊，不过艺术衫干来一束，唔知会用买去无？咱今来去看啊，是讲无要紧啊，若准去用买去吼，看你介意做一束，你做你急，阿伯吼一定买互你。哦，我知影你想哪对我遐尼好，因为我甲文英绝对就同款对无？你哪会甲我注意啊？阮阿爸甲阮阿妈甲我讲的啊。你咧知啥物？我搁知影吼，伊差一点啊，就变成我的阿母。啊，伊还阁有一个囝伫美国读书。阿伯，我看会出来，你敢若真怀念伊哦。啊，你甲周文英是啥物关系啊？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你少年的时阵吼，甲阮阿爸相亲周文英对无？阿伯，你是安怎啦？是毋是我讲唔对话啊？无啦无啦，你来去买衫。这边是敢若无啥好看的。美观嘞？美观，伊去邮局寄批啊，讲先煞要去菜市买菜，啊你找有啥物代志了？阿母，阿母。建昌逐工要出去，都是为着伊。建昌逐工拢找借口要去阿虎啊，因兜嘛是为着伊。毋是，伊家讲是为着周文英。来到今，建昌目睭内，爱去感慨只有周文英，在伊的心肝。也是无甲周文英放互袂记得。我去
就是讲，是后我要去计较伊甲周文义过去的种种，我莫搁去怨恼。伊到即摆还搁在受周文义的事情，只要我一心一意，好好照顾伊，好好体谅伊，伊就会改变，伊就会了解讲，在这个世界上较爱伊、上该关心伊的人是我。结果咧，我根本就是咧欺骗我家己。根像一世人，无可能翻头转来搁做我的后婿啊！我嘛注定讲一世人，要做一个互人报送的家后。阿伯，你会忝哦？啊，无踮遮坐者，好无？来，谢你哦。哦，还遮热。阿伯，会喙干袂？我来买凉的，互你啉。啊，我来买，你出钱。哦，遮侪钱哦！一张就有够啊啦，一张哦，过说赚这侪钱，爱食呀，你地好，好，我来买。啊，你手哪会喘喘？啊，出门搁举拐啊？你是为中风啊？你踮遮休困者，我替你家钱出哪？哈！没有，没有，哎呀！阿伯，你有要紧？我不要紧啦，你呢？我无代志。阿伯，咱来等。阿妹啊，啊若干日你家一个转来，啊你是毋是参你阿伯出去，爱走倒？哈？伊家己坐车转去啊。家己坐车转去哦？安那安尼？你是安怎安尼规面生阵阵啊？哈？无代志，无代志。阿妹啊，你是安怎呢？阿妹啊！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
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